歡迎繼續收睇我頻道，喜歡嘅話幫我免費訂閱、俾 like、share、留言支持。記得睇埋我個人網頁 terrysir.com 有出售換標啦，咁同埋有想討論嘅議題咧，都會喺上面同大家討論噶啦。今日講呢隻嘅 Tag Heuer 嘅 Alec Monopoly， 嗱呢隻標咧係引起一啲我想講嘅話題啊，所以同大家傾下偈嚇。因為好多唔同嘅友好頻道啦，都最近都講即係關於炒標啊，或者啲標升值嘅問題咁樣。咁我當然趁下熱鬧嚇，大家老友啊出嚟傾下偈咁樣。嗱，講開炒標或者即係要升值啊保值，都不得不提標壇裏邊現時嘅四大天王啦。四大天王可以改變噶嘛嚇，咁現時嘅四大天王唔使講噶啦，一定係 Rolex 啦、PP 啦、AP 啦同埋 RM 啦。雖然會浮動啊呢啲位置嚇，咁但係 anyway 係呢四大嘅。咁但係你 out of 呢四個品牌係咪啲標一定一買就一定貶值啊？一買就一定輸好多咧？唔係嘅喎，只要佢稀少性同話題性夠啦，或者咁啱翻炒翻嗰個復古嘅潮流咧，其實 OK 嘅。其中一個大家可能忽視嘅品牌就係 Tag Heuer 同埋佢前身 Heuer，其實好多標咧拍賣都可以拍賣到好貴下嘅。咁但係近代又有冇咧？咁嗱，好遺憾呢一隻咧，居然係嘅。我買咗好耐啦。嗱，呢隻標咧其實係咩咧？2018年嘅時候，即係 Sean Caulfiere 呢位神人仲喺 Tag Heuer 嘅時候咧，咁就同 Alec 呢個人嚇，其實佢唔係叫 Alec Monopoly 嘅，冇人個名自己叫做大富翁啊嘛，姓係咪咁黐線？即係佢本身係叫 Andon 嘅，即係個姓嚇。咁但係因為佢 Alec 呢個人，佢專搞呢啲大富翁嘅塗鴉，或者將啲大富翁二次創作、諷刺時弊咁嘅嘢咧，令到佢人哋叫做 Alec Monopoly 或者個藝名都可以叫下咁樣嘅。即係佢 Alec 係個名，大富翁係佢所玩嘅藝術嘅部分咁樣。因此呢表咧係大富翁嘅靈感嘅嚇，有大富翁喺裏邊。嗱，呢隻標咧，其實我好想玩呢個咁樣嘅個人喎嚇，二次創作呢個大富翁嘅藝術喎，你可以點玩咧？嗱，其實好多朋友講標淨係講呢隻咧係唔得嘅，你要講下平啲有咩選擇，貴啲有咩選擇啊嘛，係咪？平啲嘅選擇就係買翻 Tag Heuer 自己嘅 Formula One 系列嗰隻石英嘅，你接受到就可以買嗰隻啦。咁啊 Swiss Sport 梗係呢隻啦嚇，Heuer 01 In-house movement 自家機芯嘅呢一隻雞士，咁咪事事正正正正經經咯。哇 Terry Sir 自己有呢隻標，或者準備可能要放手呢隻標，就話呢隻係 Swiss Sport 啦。你聽埋佢仲有啲乜嘢先嚇嗱？石英嗰隻你接受到，即管去買嗰隻，個樣基本上一樣嘅嚇，係 platform 嚟嘅啫，唔同嘅啫，就係石英同埋機械。問題係呢隻之後嘅下一隻嗰度黐啊嘛，嗰隻係 Jacob & Co 嘅限量9隻，定價60萬美金啊嘛嚇，咁當然完全唔同嘢嚟㗎啦嚇，即係一隻好黐線，即係將一紮玩具擺咗隻錶裏邊嘅嘢嚟啦，咁但係5球喎，呢隻當我定價48,600啫喎，1% 啫喎定價，咁梗係買呢隻啦，係咪？咁亦都買呢隻嘅時候，有冇遇到佢會升價啦？其實咧，我又唔覺得係升咗咁多價，我覺得好多人係亂咁開喎喺 Condo24裏邊啦。咁當然48,600啊，48,600呢個價位，而家喺 Condo24買到，絕對買唔到嘅，一定有炒價嘅，貴咗。咁但係我唔忍心咁做啊，當然都係唔需要炒價嘅呢標係咪？應該有少折讓先啱嘅，因為始終唔係真係好瘋癲嘅一個 idea 啊嘛嚇。嗱不過咧，呢隻標嘅好玩之處或者收藏價值在於幾樣嘅。第一 Sean Caulfiere 咧係唔會再翻去 Tag Heuer 噶啦，唔會再翻去 Uber 噶啦，即係成個 LVMH Group 當日請佢翻嚟，每個牌子俾佢掂一掂，好似咧即係俾佢食一啖咧，就即係個 brand 就會即係翻生或者特別勁咁啦，食一食 Hublot 啦，食一食 Tag Heuer 啦，食一食 Sandisk 啦。咁喺佢嘅主理嘅時間裏邊，你發覺啲牌子咧全部都有一定喺外形上面嘅改變，同埋喺機制上面嘅改變等等嘅嚇。咁啊走咗啦，
仲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款咁嘅合作咧？都可能有啩，但係唔係呢個味道咯嚇。你買第一呢一樣嘢，Sean Carby 喺 Tech Heuer 年代嘅嘢係咪？即係唔係今時今日嘅車路士講緊嘅車路士係要喺有 Didier Drogba、Frank Lampard、有 Petr Cech、有 John Terry 嗰個年代嘅車路士，又係咪你中意嘅車路士啦嚇？定係而家呢個咧？咁你要自己諗啦。我係當然中意，即係頭先講嗰個年代啦，舊年代啦，係咪？隻錶本身係可愛嘅，咁我不嬲都有講過 Carrera 呢啲01機芯啦，Ceramic 嘅錶圈咁好靚好正路嘅帶，戴上手好舒適，43mm 嘅大細就唔算細隻啊，咁但係佢都 busy 嘅個 dial 係咪？咁啊 Ceramic 啦，咁啊自家製作，即係非常之靚仔嘅。Column Wheel 倒儲輪嘅計時就絕對不 cheap 嘅，完全唔 cheap 嘅嚇，起碼都俾翻副 V6 計你嘅嚇，即係我唔敢講佢係 V8啦嚇。各方面都幾好啊，機芯又穩定，係咪？戴上手亦都哇好型好靚仔。嗱，買呢錶嘅時候有咩需要注意咧？第一，買限量版咧，我自己本人咧買限量版嗰樣嘢，我自己比較會注重咯。同大家分享下呢個經驗先。第一。呢個限量版本身個盒佢出俾你嘅時候係咪特製嘅先？再講多次，呢一隻錶個限量版佢出俾你嘅時候，嗰個盒是否特製啊？若果是特製咧，就更加值得收藏啊！嗱，Rolex 咧就通常不是特製，但係也有特製喎。例如四大美人嘅時候嚇嗰啲 Beach Edition 嘅 Daytona，喂揾翻幾個盒可以貴喎真係。咁啊令到你想買嘅。即係信心或者想買嘅抌心口，唉去啦嗰下咧個衝動會強啲嘅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差啲嘅。第一，第二，若果佢係特製嘅時候，你買二手嘅時候，佢係咪跟翻呢個盒俾你咧？如果唔係，要減翻幾千蚊喎。你可以跟翻呢個普通嘅 Tech Heuer盒俾我，咁當然可以啦，但係你就要平翻啲嚇。咁因此你買嘅時候注意啦，第一佢出嘅時候有冇特製盒？若果有嘅時候，你買二手嘅時候係唔係跟翻俾你？呢度影響嗰個價錢同埋收藏嘅價值。係都幾重要下嘅，因為呢啲唔係出好多隻嘅啫嚇。咁你就咁戴上手咧，當然適合啲咩人咧？適合啲即係中意玩嘅人咯，中意有趣咯，大富翁迷咯，係咪？你係大富翁迷，你實啱㗎。或者你中意引起話題咯，咁其實幾鮮豔、幾靚仔，帶出嚟幾與別不同啊。當然我唔認同佢二手價啦，我會放呢隻錶。老實講下，我絕對要平過佢個 MSRP。我想話俾大家知咧，啲錶所謂嘅炒出嚟咧。係幻覺，係幻象嚟嘅啫，唔應該咁樣嘅。咁當然我買翻嚟嘅時候係喺低位嘅時候嚟嘅，老實講。咁但係我唔能夠，即係我做唔出有人標緊10萬嘅呢隻錶嚇，黐線嘅。咁升咗啫都唔係咁啊，我就做唔到咁樣。咁你又點睇 Tech Heuer 錶咧？嗱，當然 Tech Heuer 錶咧喺美國同埋日本，尤其美國啦。嘅受歡迎程度係遠超香港啊，係遠超香港，因為 Tech Heuer或者 Heuer 喺早期係完全入晒啲美國電影裏邊嘅，係入晒啊可以用，港產片唔係嘛係咪？咁當然你香港人睇唔睇美國電影睇啊，但係佢入晒嗰個年代咧就唔係大家睇個年代，大家睇美國電影可能係90年代、2000年代嗰啲美國電影，但係70、80年代啊、90年代 Heuer 有 Tech Heuer 係入晒，講多次。美國嘅電影啊，咁因此喺美國 Tech Heuer或者在以前未 M&A 之前嘅 Heuer 咧嘅銷售程度，即係銷售嘅數字同埋佢歡迎程度遠超香港同埋內地啊，差好遠嘅。咁呢一樣嘢你要明白啦。一隻好有趣嘅腕錶，你問我之後會唔會再升值？我唔敢講，因為嗰啲價咧啲人亂咁標啊。即係我唔排除遲啲人標10幾萬嘅，但係你4萬幾蚊嘅標係特別，你都唔係賣到咁貴噶嘛，係咪？咁呢個係即係個人嘅取捨啦。你又點睇呢隻標咧？你會揀平啲嘅 Formula One 醒版本啦，定係你話我無限財力，我會追嗰隻 Jacob & Co 嘅5球嘅嗰隻 Alec Monopoly 咧？定係你會買呢隻？Wristwatch 話定係你話呢隻錶太過卡通啊，唔啱你嘅 style 咧？歡迎留言，多謝各位。